后礼拜五就是世界母鸡日，文化部伫这个拜六礼拜要举办国家语言生活节，来推广台湾的国家语言。活动当中呢，有改编1950年代共名台湾放假，主角四郎大战魔鬼党，会奉上台语和客语这两个版本，邀请民众到底来听母语、讲母语，了解母语的文化。少年兄就是名声透镜社的主角四郎。这出动画主角四郎大战魔鬼党是改编自1950年代的共名台湾漫画。主角四郎捌伫7年前，互人改编做舞台剧，即阵有改编做动画。这出动画会以台语、客语两种版本的配音，伫拜六礼拜的国家语言生活节放送。会使配阮爸爸讲的台语，阮妈妈讲的客话，来介绍这世代的人讲哦，迄阵是啊，因讲的话是安尼。迄阵的梦啊是安尼，我感觉真有意义啦。去年2月，文化部针对台语也有办一个台语 Flow 生活节，透过节表演来推广台语。但是去年部分的表演，煞互节家长反映，讲华语的比例占伤济，引起批评。文化部迄时有回释咧，母语团体是希望即摆的国家语言生活节，参与的团队就要积极讲母语。咱遮的国家语言，其实除了华语以外，拢是拄到足大的这个传承危机的啦。即摆既然有要办一个安尼国家语言的活动，咱就爱好好讲，勇敢甲讲，毋免搁惊别人听无，爱伫咧内底掺足侪华语安尼。另外，母语团体嘛指出，希望即寡有传承危机的语言族群，毋通干那有母语活动的时才咧使用，就要透过其他政策的配合，才通达成生活化的目标，互大家伫生活当中自然讲出家己的母语。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。